夜晚是西伯利亚阿马尼半岛嘅一天，佢哋為到地球親近嘅期間。今日來到呢位嘅時節係9月份，史塔斯愛去呢呢位幾百公里遠嘅寄宿學校。頭一日上課嘅時節，亦將會係一種文化嘅衝擊，因為係嘅把替佢準備嘅。史塔斯嘅規個世界是列國太片遠離文明嘅西伯利亞沙漠，呢片土地本風景彩，因為係佢出現嘅素材，佢含有嘅烏卡人生活嘅素材。因為佢學校讀書，對佢來講係當重大嘅改變。史塔斯同奶奶子出現，只是講佢係台灣王子，呢遊牧民族血陸阿馬尼半島，同呢千萬年來遺留是係艱難嘅土地，同人體嘅機體項家母分明，大家人都需要來探索。奶奶子人愛啲讓上用艱難嘅雙手做簡單嘅事，佢做任何嘅事情。今年嘅前世佢聽到陸嘅前世節奏，呢種步驟幾下世紀以來再冇改變。為到生存，將嘅動物每天就愛競賽天通，甚至今年主要嘅事物當然都單槍上機後面人，所以家庭都愛為到今年經改變牧場嘅位數。安尼嘅生活同今年主公係完全相反。史塔斯討論安排嘅氣候度生活，各位嘅寒天溫度可能會比-40度還較低。安尼按摩嘅生活環境度，所以史塔斯嘅仔想愛離開台灣生活。佢係清太旱嘅，連晚佢10歲已經規劃設計討論出詳細嘅未來。不過佢咪有所保留，頭兩天兩位仲係有啲事情要做。因為此人嘅阿妹係家庭嘅守護者，可比福卡嘅詳細還忙做好嘅事，佢會當鹽條。今日係上學前7位人日，史塔斯特別有限。佢同家爸鄉下去釣魚，曾經鄉下去嘅還有家姐瑪莎，佢今年13歲。佢同史塔斯還有雷納，聽講我鄉下去到寄宿學校讀書，兩姊妹去個片幾下年咧，同時給他們時地照顧史塔斯。一天嘅7月幾日，天時當好，真嘅寒溜溜嘅寒天快要到，我繼續叫人研究。1月同2月，西伯利亞人會來到當場嘅暗部頭，一頭永久唔會出來，你係永久嘅暗部。因為係史塔斯同家爸頭就拜託了詳細度過嘅寒天。一隻後生嘅鹿，本嘅人先做寵物，你係嘅人家他求熟，這一生人會學佢，直到其實嘅統一生活，佢永久唔會本人自死。佢那太長了後，會本佢回歸群體生活，不過沒事的繼續做寵物，本佢到帳篷度出入入。奶奶自嘅細人7歲之前，就同樣愛鄉下過緊遊牧生活。那個今年搞不將愛去到寄宿學校讀書嘅時節，史塔斯嘅妹當歡喜，就算當規模人士的退休，佢還是得對呢教育體制下受到好處。本期較少嘅係將來細人更會多將來台灣，今年更會放棄遊牧，個同鹿當作係寵物，永久到都市項生活。另外，奶奶此人嘅季節性遷徙，仲係聽見鹿來勢天通，一季到北片嘅田家，東季到南片嘅森林。其下世紀以來，佢哋做下分散到兩片台灣嘅生活，還有佢哋飼料是係兩內同生態嘅守護者。兩位當快為聽見季節有無相關嘅建設。
由南内搭高麦、拍摄、模式分析严谨嘅各種情景。石橋嘅速度慢就無鬆鬆，不過當年晚還係親好嘅去學教方式。從石橋去學教愛幾下日嘅時間，今年你繼續學教有幾下8公里遠，到開學嘅頭一日，為咗7星期同了到聖人送去學教讀書。斯坦斯加巴宣布了壞消息，是天時太快樂，所以7星期無法吐過來。去年高部長用拖拉庫載聖人去學教，甚至還本嘅人錯過幾下禮拜嘅上學日，不過還有機會本聖人離開。今次愛天光來到7星期是得降落嘅所在。斯塔斯加妹做一個決定，今日會到天光之前離開。規個家族包括阿叔、叔伯兄弟，幾下10個人，仲帶頭倆安樂他橋嘅所在，這係傳統嘅帳篷，因為冇天花，冇是其他交通方式。斯塔斯家屬而去其他隔壁鄰下人體來了解事情。呢係佢同加夫卡人向下嘅親每日暗部，呢對斯塔斯個含有加夫卡人來講，呢婚禮將會係當長嘅時間。佢7到6兩時節將會過多咗來呢台年。聽講佢愛展開家嘅新生活。加夫卡人準備出發，今日一姐已經開始整理所有嘅東西，未準備好用來載東西嘅石橋。斯塔斯負責去巡航打水。家庭嘅人當為班服，今日當小土一個蔬菜停留超過1禮拜。今日用冇多1點鐘嘅時間來看東西，將所有嘅遊牧民族相關，今日過見當簡單嘅生活，大家人都知自家嘅角色。所有嘅石橋聽咗愛按神聖嘅標誌，任何人都捨唔得蹉跎相伴。所有嘅家伙還有他橋嘅東西，為包向下偷偷20外嘅石橋行。每一個石橋都係手工做嘅，冇任何金屬，個還有燈。今日嘅柳索個還有索，就係用鹿嘅鐵所做嘅皮。今日嘅家伙個還有部分石橋，就係用鹿嘅骨頭做嘅。今日傳統大嘅帳篷，按照他橋，是在剪夾拆開來就吊起來。當呢片淺色，就係當奶嘅結構。要擺列咗鹽水嘅長棍，上擺外鹹鹽當盤嘅毛炭，過來兩套綠皮項，切每固定好些。佢當內容是在保護人，唔是本風採到，入口仲係面向強熱嘅所在。就係呢啲次人按照嘅規則執行。
先出同捉到嘅鹿来拉车，你系一项当重要嘅任务。你请好时间可能要几下点钟，不过单枪少数嘅动物是得受到拖拉嘅训练，每个家庭主要是得对其他牵强动物度演出艰难。今日学嘅叫来同主人听手溜到鹿，不卡所有嘅人听咗而来听手，大家人就要一家当特别嘅风格。溜到嘅鹿要管好围栏度，安尼将较好控制。头前系较有经验嘅人带领，体力较好嘅后生人同后辈挺进。史塔斯还冇完全控制溜索嘅技巧，所以其经验较无。一家人要行15公里嘅路，将是得来到7星期降落嘅所在。唔是导航，你的词人想象是有方向感，佢哋照传统嘅路线驶位，佢哋嘅生活方式看起来冇乜改变，不过受到当多嘅威胁咧。比如讲全球气候暖化，佢哋嘅土地含有资源开始受到大家关注。同俄罗斯90%嘅天然气来自阿马尼气域，泰鲁对驯鹿系一种障碍，污染改变到太自然嘅牧场环境，当然使得人工迁徙慢慢变得更来更有挑战性。史塔斯嘅太嘅人，我不将要去适应，甚至亦系佢哋嘅生活方式。史塔斯当上爱是石桥，不过了拜今年当关键，是唔得有任何嘅差错。佢把将要用日本人按照可考虑嘅长款来试石桥。史塔斯嘅愿望总算实现，你系佢做游牧民族当长嘅一长时间了后嘅事嚟。
因已經來到新陽體，七星機降落嘅所在是喺套山界南外一片。雖然愛完成7枚嘅4公里。7枚太原本雖然嘅是係中國國限有祝福。困難嘅時間已經告別咧，雖然對今日快愛來到嘅里程，知道當天未愛探索另外一個階段。7歲嘅少年還未見中歸，行1點鐘嘅路了後，史塔斯氣到當開。馬薩古里基山坑是為頭山界南外一片，小妹等唔切我看見那個朋友咧，史塔斯唔知佢愛等乜界。兩晚去蒙沙，冇法度看當前。兩晚阿妹當心焦。因為今日家庭冇聽出愛扎正咧，今日聽出愛套3波度，客家到潛到4年，每本今日是得本7星機看到。那麼為看到阿不是頭當寒嘅平原項，4年聽到7星機嘅聲，不過半點鐘前是背過去咧，並冇看到今日。今日2晚當寒，我看人在希望是得起火本7星機看到，冇聽錯，其實會背到轉來呢。今日用當到3萬9嘅方式祈禱念9年。史塔斯就聽到遠遠嘅衛所就嗡嗡講嘅聲。今日應該係準備好些咧。
7星期落来几下摆，来确保了蔬菜嘅生人转使得接去学校。今日在骗人，还有任何需要有紧急状况嘅人，去到其他详细。斯塔斯假期带头详细度，佢当下生人未会再给人去学校。斯塔斯同新同学见面咧。今晚展开家嘅新生活，当然所有嘅生人做下忙到位，不过先生开始讲法嘅时节，会带到俄罗斯话。Главный город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– это Москва. В Москве что находится? Кремль, да. Еще какие знаете? Кремль. Какие здания знаете еще? Да. В Москве работает наш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. Так, кто знает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и? Президент России. Кто? Путин Владимир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. Вот он, Путин Владимир. Так же, как мы с Еленой Федоровной много-много лет также прилетали. 苏联时代，你的词人不准讲给人自家嘅话，今比俄罗斯话还系占有主导嘅优势，你的词法重新出现。日晚学校唔单唱教了种语言，未包含台言个含有纯绿嘅文化。当你找寻到世界各地，佢系万界嘅声人踏上去学校嘅路，佢哋嘅梦想将会设计出世界嘅未来。我想你老了，我想你世界各国慢内看看，是得熟识同人。我太寒了後，我想要做建築師。我要做巡查。我要留到台灣。我要同烏克蘭帶到他球，帶量真好。